顾总，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刚才我跟了您这么多。牛奶，我下楼之后喝了一杯牛奶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少爷，我会尽快把事情调查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进来。常总。啊，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我来是想问问您，上次长城电子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吗？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我这为好。没事儿的，顾总这几天都不在公司。为什么？您不知道？怎么了？总裁夫人受伤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就是顾总一直都在医院，根本没空来公司。能不能帮我一次？什么事儿？您尽管说。把顾西城最新接触的几个案子资料还有客户联系人拿给我。常总，您让我考虑考虑。帮帮我。方叔，公司的事，一直以来你是跟谁接头的？林理事。林理事，他最近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有吗？您的秘书陆安安，最近一段时间跟常志成走得比较近。常志成，看来这个常志成已经坐不住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几天没见着我妈了，可想她了。哎，护士，哎，苏小姐，我想问一下我妈妈呢？你妈妈刚才来了一个女孩，说是你姐姐把她带走了。我姐姐？对呀，我还纳闷呢，从来都没看她来过，好像叫什么贺锦。出事了，快走！哎，苏小姐，苏小姐。是有限度的，你要是还有人性，就不应该碰我妈妈。妈妈，她有什么资格做我妈妈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苏妍希，你把我出现在神龙集团周年会上的资料、照片，还有我的手链还给我，我自然会放了她。不然你一辈子都别想见到你妈妈。贺锦熙，喂！妍希，你一开始跟我说的。你姐姐毁容，让你替下这事儿，我以为你是糊弄我，或者是你电视剧看多了瞎编的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怎么办？我们报警吧！啊，他挟持了你妈妈，这是绑架。我不能报警，你不了解贺锦熙。如果我报警的话，妈妈性命真的会有危险的，而且顾西城也会发现我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他。怎么办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你先回家吧。妍希。
安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有没有人进过我的办公室？没有啊，真的？真的。那我的文件，还有抽屉，是谁动的？可能是保洁阿姨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碰着的吧。动我抽屉里的文件，是保洁阿姨的工作范畴吗？嗯？顾总，我不知道。还在撒谎！顾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在您不在的时候翻您的资料。但是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把您的资料分享给任何人。顾总，你要相信我呀！承认的倒挺快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作为一个商业间谍，最后的下场是什么。顾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求求您高抬贵手。起来吧。我也没说要把你怎么样啊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应该不可能这么蠢。这样吧，既然你跟常志成很投缘，那我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做秘书吧。嗯，就这么定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呀，就到常志成那里去上班去，也好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不好吗？顾总，您是想让我过去替您做些什么吗？你是个聪明人。张叶达，你从哪儿弄的这家医院？我是整容医生啊。如果你是整容医生，那你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如果你的脸能这么容易就整回来的话，那我何必要大费周折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万一你有其他目的呢？不帮就不帮，别找那么多理由。待会儿你在外面等着，不要进来。为什么？人是我带来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想跟我合作吗？如果想的话，就不要问太多，知道太多对你不利。整容医生，你当过3岁小孩啊？张总，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怎么回事？没吃什么东西？不会吧？